歡迎來到粵語天地，每天為你帶來最新娛樂八卦。前段時間出道40年的梁朝偉，用一部紀錄片《人生半山腰》來和大家重遇。透過鏡頭，大家可以跟隨他環山騎行，在茶室悠閒地欣賞風景，以至與多年好友喺閒談中講述佢哋嘅過去同未來。不少人可能唔知，近20年嚟，梁朝偉其實住咗好多時間喺日本。喺嗰度佢可以盡情享受滑雪嘅樂趣，而且喺陌生嘅地方，佢覺得自己比較得閒。為咗避免社交接觸，他連學日語嘅念頭都嗌冇。相比於複雜嘅應酬同社交圈子，梁朝偉更鍾情於用時間陪伴自己嘅生活。想象下喺咖啡店靜靜坐上幾個鐘，看住窗外世界，聽住火車遠去嘅聲音，啜啖咖啡，嚼啖麵包，放空所有思緒，成為咗佢最理想嘅日常。講起梁朝偉，大家總會想起佢無數次嘅精彩演出同埋不絕如縷嘅掌聲。他獲過無數獎項，包括戛納影帝、金馬影帝以至金像獎都攞過5次。他演繹過嘅經典角色，曾經係無數港人嘅偶像。俾下例子睇下《東成西就》，佢飾演嘅歐陽鋒雖然係壞蛋，但令人又愛又恨，每提起都會令人笑嘻嘻。無間道又點會少得就係佢演嘅張揚樂觀，內心又焦躁嘅陳永仁。因為呢個角色，梁朝偉戲勝劉德華摘得影帝桂冠。佢喺訪問中提到，大家以為係他在演繹角色，其實某部分情感都係來自於自己。梁朝偉揀咗這行不少於因為想通過演戲嚟發內心嘅壓抑，而啲壓抑源自於童年嘅不幸經歷。小時候屋企唔和，佢每日喺家庭爭執中度過，夜晚慣偷偷咁喺被窩裏面哭。當爸爸媽媽選擇分開之後，佢所有嘅快樂同埋色彩似乎都隨之而去，而呢種隱隱嘅情感正正推動佢去追尋電影世界啲夢想。嚟到1982年，年輕嘅梁朝偉終於憑住一絲機遇加入咗香港無線電視，開始咗佢精彩萬分嘅演藝生涯。好朋友周星馳一句話就叫咗梁朝偉一齊報名。點知最後佢哋竟然一齊改變咗自己嘅命運。對於演員這個行當，梁朝偉向嚟都抱有一種敬畏之心。面對全部角色，佢總係竭盡所能，唔單止係要自己滿意，都會堅持要觀眾都覺得抵睇。好似佢為咗《風再起時》裏面幾分鐘嘅鋼琴段落，就專程揾老師學咗足足3個月，每日都要抽出8個鐘頭練琴。連拍攝完畢都唔肯放手，堅持繼續練下去。拍《一代宗師》嗰陣，梁朝偉每日堅持練3個鐘頭嘅功夫，連續練咗3年都唔止。喺嗰期間仲專程去請教咗葉問嘅入室弟子學習詠春拳。就算係準備開拍《悲情城市》之前，導演都建議梁朝偉可以多了解下歷史背景，佢就索性去圖書館一本本嘅鑽研年史。同梁朝偉首次合作嘅《無名》裏面，女角之一嘅黃霑君，佢都曾經表示嘅，每次開機之前，梁朝偉都會把自己嘅戲訓練好先，保證到時攝影機一 rolling， 即刻就係最佳狀態。這份專業態度令人印象深刻。黃霑君都講過，見到佢內心嘅平靜同穩重，我哋現階段還達唔到呢個程度。有唔少人認為梁朝偉為咗角色付出咗太多，但喺佢眼中，呢啲只不過係演員最基本應該做嘅，因為作好咗所有準備。佢喺片場從來都冇向導演要求睇 playback， 我一站到鏡頭前面，至少都會用心落足90分嘅表現。喺大銀幕前，梁朝偉係威風八面嘅戲霸，但銀幕後面，佢卻係個內行嘅社交恐懼症患者。呢啲都唔係冇根據嘅空談。大家應該都記得響網上瘋傳嘅呢張 GIF 圖片，見到梁朝偉喺大場合中縮身退後，
手足無措嘅模樣，跟住大方自信嘅劉嘉玲一齊出席活動，完美詮釋咗社交牛人同社交恐懼症之間嘅強烈對比。仲有去年嘅釜山電影節，可能係因為現場嘅媒體同觀眾太熱情，只見梁朝偉深呼吸幾口，一臉受寵若驚嘅樣子，笑容背後宛如寫住活動還冇完嘅字樣。而喺海外，梁朝偉被網友偷拍到坐喺一個角落，獨自食麵。對面雖然係洗手間，但對佢嚟講根本冇問題。憑佢只要能夠遠離人群就夠嘅心態嚟食嘅盡定心扉嘅勁快感，可見一斑。睇得出梁朝偉喺戲裏戲外真係兩個極端，但都係有咗佢呢種反差，令到每個觀眾對佢嘅角色記憶深刻，對佢嘅真性情更加欣賞。這種毫不做作嘅真實，或許正係佢咁受歡迎，連無數電影迷都愛唔釋手嘅原因，係來自無名嘅現場片段。尋日梁朝偉遇到黃霑君同王一博，你話有冇前輩嘅架子？梁削一向都係謙和親切、親身實淨，見面打咗聲招呼後，梁削四下望望，尷尬地站喺嗰度，竟然有少少羞怯架。講到收工放鬆嘅時刻，記得以往係咪成班人都喜歡夜蒲去唱通宵 K 啊？但梁削習慣婉拒，唔使 O 㗎，我返屋企。返到家，佢亦只會安靜地度過自己嘅時間。有時張國榮同王菲會上佢屋企搓麻將，梁削嘅角色係貼心茶水伙計，然後自己喺隔籬聽返啲撲樂，囂囂囂囂嘅環境對佢嚟講總有啲唔妥。要做反自己嘅時候，最驚就係有人盯住我。面對訪問，梁削嘅另類社交風格都展露無遺。有次無間道拍完，記者問佢近期作品如英雄同2046，哪部更重要？預計梁削會一一剖析，但佢認真聽完後竟答聽唔明。問到戲對你來講係咩？梁朝偉沉思半晌，然後優雅回答唔知喎。連主持界嘅飛機場都會 feel 到尷尬。點解？梁朝偉咁神啊？你可以唔可以簡單自我介紹多過20個字？梁朝偉沉默後答唔得，但假如話到電影同角色節奏嘅話，梁朝偉變得好識得傾偈，唔好只睇佢唔愛社交。實際上，梁朝偉明白點樣悠然自得嘅生活。對於花俏瑣碎、枝枝節節能閃則閃，佢嘅舊搭檔張叔平評價佢：梁朝偉屬於喜歡藏起自己嘅人，中意居於後排，靜靜地睇世界，心裏面其實清楚透明。演員需要沉澱，需要苦練同享受啲瑣碎嘢，還係留返俾過客吧。講到驚慌，梁朝偉曾經話佢最驚女強人，所以唔少人都以為佢會揀一個溫柔如張曼玉嚟做另一半。淨係睇啲牽手合影，真係令人以為佢哋係天生一對。不過大驚喜喎，佢最終娶嘅竟然係強勢嘅劉嘉玲。初初大家一肚子疑問，咁唔同型嘅兩人點會郎才女貌嘅？但原來日常生活，劉嘉玲正正係梁朝偉嘅解藥啊！結婚依家咁多年，事事生活大小都係交俾劉嘉玲，直頭當正手洋大掌櫃，裝修響漂亮分房都係劉嘉玲一肩挑。梁削似乎只需要拎住細細個行李回屋企就得啦。去年梁朝偉過生日，劉嘉玲特意攞來好友梁家輝、邱淑貞等，為本就心情欠佳嘅壽星帶嚟咗一絲歡樂。而梁朝偉公開顯得不解風情，但背地裏做愛情事，嗱聲都咪絕唔下好多小朋友。每到劉嘉玲生日，他都會巧妙藏禮物喺屋企嘅各角落，讓他驚喜之之發現。閒時，兩人仲會喺屋企開展角色扮演小遊戲。梁朝偉扮貓，劉嘉玲當然係扮隻可愛嘅老鼠。對小朋友嚟講可能有點幼稚，但對仲 keep 住童心嘅佢哋就恰到好處。上年釜山電影節完咗之後，
佢哋夫婦看完晒藝術展覽，兩公婦就企喺嗰度，感覺就好似咁靜謐咁恬靜，邊個會唔羨慕呢？簡單嚟講，梁朝偉可能需要劉嘉玲嗰份熱情，而他又需要佢嗰份冷靜沉住。夫妻相依為命嘅過程，正正就係互補互讓。不過唔代表要互相操控對方嘅生活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先到這裏，希望大家享受到我哋嘅分享。記住留言同按讚支持我哋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且讓我推介2個精彩嘅影片俾大家，別錯過啦！